今日年28洗邋遢啊！嗱，你睇下掛住晒咁多呢啲辟邪嘢啊！呢個碌柚葉啊嚇，一陣先。嗱，媽媽同你掃掃，好掃黑池仔先啊！今年咧，黑池仔咧就身體健康啦，平平安安啦，龍馬精神啦，唔好成日瞌眼瞓啦，掃有碌柚葉，有黃皮葉㗎，又你睇下，有碌柚葉、黃皮葉，掃咗兩下，掃第三下 ，OK， 就好啦，你搞掂啦，因有嘢食㗎啦，輪到 Nana 啦 ，Nana 豬，嚟媽媽呢度睇下，哇，你睇，喂，碌柚葉纏身啊，纏住啊，要纏住佢，跟住咧辟邪啊，係嘛 ？OK， 我哋咧。最緊要咧就係身體健康，平平安安，龍馬精神。媽媽同你哋洗咗白白啦，洗埋抹下個身，咁咧一年嘅。